小姐，太子殿下带谢二小姐去逛街了。人家在这里操劳，你倒在外面快活。好好看啊！白头偕老。不知琉璃现在在做什么？好香啊！马车不在，应该是在红龙寺当差吧？好好吃！太子哥哥，太子哥哥，这个特别好吃，快尝尝。这个是什么呀？回太子殿下的话，这叫波霞贡，乃野兔之肉所制，配以酒酱、花椒浸润一下，再以热水烫制，味道甘美无比呀！兔肉，你怎么不早说啊？刚才还柔柔弱弱。兔肉好啊，新鲜。这脸变得好快啊！这个特殊的风味呢？是。这里人这么少，是不是大家都不敢吃啊？没有啊。花县主，难道就没有考虑过你们的生计问题吗？殿下，太子殿下饶命啊！像我等这种并无一技之长之人，这采集和打猎就是我们的谋生手段呢。这花县主给了我们波霞贡的配方，让我们在这儿开起了铺子，我们才有了一席的生存之地呀。他将其给了你们，却没有考虑过旁人根本不敢吃吗？这不是故意找茬吗？没有啊，生意很不错的。殿下，好了，起来吧。你不用担心，姑觉得这样很好。西郊本是荒街，在花县主的主张下，才有了如今这般热闹景象。此处与龙井坊紧密相连，万国朝会之后，你更不需要担心生计问题。草民感恩太子殿下，感谢太子殿下。男人都是狗。哎，太子哥哥，你去哪里啊？谢二小姐，姑已经陪你逛过这条街了。小七、小八在。若谢二小姐还想去哪里，你们陪她去就是了。是。太子哥哥，谢小姐，谢小姐，那边有个摊子不错，那边一定有你喜欢的。行。琉璃，老板，把陈醋、米醋、白醋、香醋所有的醋都拿过来。好嘞。那你就要记住一件事情：如果太子不先请旨表白于外，你不要过早地向他吐露你的心情。他毕竟是当朝太子。姑还听闻今日你在红龙寺忙碌，怎么就回来了？想喝醋了。好酸啊！袁伟，他们都说陛下要把谢家二小姐许配给你了。哦，姑怎么不知道啊？陛下，小心烫。父皇，这次您要帮儿臣，何事？儿臣突然发现，儿臣陷入禽兽。你强抢民女了？儿臣在您心中就是这样的人？那是，我儿文武双全，容貌无双。哪还会做这种不法之事？所以您就别讲什么乐阳长公主的谢家二小姐许配给儿臣的事情了，儿臣对她无意。
三才啊，老奴在。朕有说过这个事吗？回陛下话，似乎是有提过。哦，那你说，你喜欢谁？那个，哎呀，什么这个那个的，你就痛痛快快的说你喜欢谁。哎，那个谁？谁呀？花琉璃。哎呀，你怎么不早说呀？朕险些把他就许配给你皇兄了。那你们现在进展到什么程度了？他应该是喜欢儿臣的吧？哎，今日他还因为谢家二小姐喝醋了呢。那你可曾与他表白过心意啊？没有。看来你对他也就这样了。我看你还是娶谢瑶吧。哎，不要。父皇，那个谢瑶啊，矫揉造作，一会儿柔弱无比，一会儿哭哭啼啼，一会儿又故作可爱，儿臣听见他说话都头疼不已。我怎么觉得你这个话说的是花琉璃呀？父皇，我不准你这样说琉璃啊。那你说，想让朕怎么帮你？您别瞎指挥就行。殿下，您要不要下去跟花郡主打个招呼？不必了，别去打扰他。没想到花郡主竟如此游刃有余，看来她确实是鸿胪四卿最合适的人选了。还是殿下您慧眼识珠啊！来，坐。来，晚上。谢谢。来，干！晚上。你去准备一些清凉下火的茶水，再去准备一些解酒药。是。晚上。太子殿下，听说今日金破二皇子会到。是啊，我在这儿都等了快1个时辰了。对了，殿下是不是喜欢福寿郡主这个名字啊？你怎么知道是姑要的？殿下的别院叫安康院，这让人很难不联想到吧？你不喜欢这名字？还好啊，福寿安康，听起来就很吉祥。你喜欢就好，这名字姑想了许久。他们到了。晋国太子殿下，花郡主，没想到今日是2位迎接我，在下是受宠若惊啊。这不是担心二皇子殿下怕您找不到我们玉京城的城门在哪儿吗？这金破国真是有大国风范啊，居然最后一个才到啊！
最后一个道方能显出我精魄的诚意。不知可否面见晋国陛下，将我精魄的大礼奉上？哦，还真是拭目以待啊！金破国二皇子贺远亭到。拜见晋国陛下。拜见陛下。免礼，免礼，免礼。谢陛下。贵国使臣一路辛苦，为何不休整一下再来见朕呢？听闻我等是最后一个到达晋国的，为表诚意与歉意，特此送上精魄绝色美人一名。精彩，精彩，精彩，精彩！啊，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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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太美了！只是朕的后宫已经没有地方了，对吧？不收了，不收了。可这是我精魄国君之命，陛下若是不收，便只好送给贵国储君了。你自己留着吧。你敢？哦，太子，二皇子说，将这美人要送给你呀！啊！谢父皇。太子殿下不会是见色起意吧？绛纱，快向你的新主人问安。绛纱，问太子安。敢答应的话，你等着。二皇子既然将美人送给了孤，孤自然便有处置的权利了。当然。好，孤的府邸要求很高，至少要到清河书院悬梁刺股，春送下弦。这样吧，先将这美人送往书院，待学有大成之后，孤自然会开门迎接。这还差不多。太子殿下说，送去哪儿？来人，送人清河书院。恭迎花郡主。今日就要与你们金破国谈判了，你最好识相一些。情感上我愿意让，可本王毕竟是二皇子啊。虽然我也是个很念旧情的人。我警告你，不要再胡说八道了。还有，请你记住你自己的身份，你们金破国可是输了。
真是念旧情啊！太子殿下，你怎么来啦？是要和臣女一起去谈判吗？姑是来给你撑腰的，还记得之前姑跟你说过的话吗？记得呢。总之，那个贺远，除了和他谈判，不许与他说其他的话。当然了，臣女不屑于和他说多余的话。来，姑瞧一瞧。我帮你调整一下啊。哦，帽子歪了。好些了吗？别动，别动。啊，那个谈判讲究的是速战速决，切勿和他们做无意义的纠缠。我走了。小姐，你的头怎么了？痛吗？那个官帽歪了。花郡主，诸位大人久等了。我等奉杜太师之命前来帮助花郡主。又是一群来找茬的，希望可以同仇敌忾吧。那琉璃便感谢诸位大人撑腰了。我们在战场上赢了金破，此番和谈自然是占据主动。但贺远亭这个人诡计多端，怕是会有盘外者，一切还需小心行事。花大人，您执掌红炉寺，按理您先说话。金破国欺横各国久矣，如今将将战败，我大晋素来心胸宽广，自然不会在条件上苛刻别国。在你们面前的这议和协议，上面记载着这次我们谈判的条件，请看吧。大人所言极是，可金破即便战败，也不是晋国的足下蝼蚁。只要这条件合理，我金破也没有拒绝的道理。自然合理。交换战俘，自然没有问题。定期互市，这也是利国利民之策。花大人，看来今天的谈判进展还是顺利的。田大人，田大人，照这个趋势谈下去，这和谈协议签署指日可待呀。二位大人，切莫将事情想得过于简单吧。这青寒草原后撤500里之事，恕我等不同意。青寒草原自古以来都是我们大晋的土地，何来你们不同意之说？何为自古以来？
从本王记事开始，这青寒草原就是我精魄的草原。你的意思是，你们不同意？不同意。后撤500里才是此次谈判的重点。所以你绕来绕去，兜这么多圈子，都是为了此事做铺垫，岂有此理！败军之国岂敢和我们谈条件？话也不能这般说，花大人。若本王今日真的答应后撤500里，恐惊破百姓大怒之下，要求拼死一战。若这两国再起战火，怕是四卿大人也不愿看到的吧？看在我们曾经的情谊上，花大人何不退让一步？谁跟你有情谊啊？殿下，对方3言2语就乱了阵脚，还是年轻啊。去给花郡主送一杯茶，润润嗓子。另外，把他的椅子换了，别留有靠背的。这是为何？让他挺直腰板，别弱了士气。曾经的情谊，孤岛要去亲自会会他。花大人，此次谈判尚无进展，不如从长计议。那今日就这样吧。既然金破国没有诚意，我们便择日再谈。花大人，请留步。怎么，二皇子殿下还有其他事情？听闻花大人在这附近开了一条街，给各国行商互通有无，展示各国特产。不知花大人可否赏脸，与本王一起前去看看？多谢二殿下的邀请，不过本官今日还有要事，恕不能奉陪。太子殿下到。既然二殿下有如此雅兴，不如由孤陪你逛逛。晋国太子殿下愿意赏脸，那自然是再好不过了。花郡主要是方便，也一同前行。请。太子殿下这唱的哪一出？花大人，我们怎么办？先跟上去吧。好。对了，花大人，您有没有觉着太子殿下和这个金破国的二皇子过于的针锋相对呀？这画的是什么？图案好特别啊！这上面画的动物是狮子，摩斯国的圣兽，我们这边是没有的。我在典籍上看过记载，这种动物其壮之如黄狗，但头大尾长，头尾各有耳，实在十分奇特。孤听说百闻不如一见，这回谈判让摩斯国进贡2只来，到时候孤送你一只，你就在你家院子里养着，就好像当发发一样养。来，我们走。这是高丽人参吧？是的，这么大的个头，看着有30载啊，实在是珍贵的宝药。这看起来很像是干煸的萝卜。花郡主有所不知，这高丽人参有补充气血的效果。本王听闻花将军征战多年，落下了不少旧病，不如本王把它买了，送给花郡主可好？不必了吧，这太贵重了。不要了。本王要了。殿下，我突然想起来，你之前送花家的礼物中好像就有几只人参呢。哦，你是说孤上次从父皇的宝库里拿出来的那几个盒子？时间太久了，孤差点忘了。而且你送我的那几只人参，
似乎比这个还要大呢。那这样算起来，是不是要有100多年的年份了？花郡主若是喜欢的话，姑下次带你进去，你自己拿。既然如此，那本王就不多此一举了。多谢二皇子殿下的好意。金魄地处西北，而人参产自西南，所以在金魄罕见也是正常的。花郡主，我们继续往前吧。请。一起来吧。请。二皇子，这是我们大晋京都最有名的食肆，每道菜肴都别具一格。可是孤倒觉得，和我们花郡主的小吃街相比，还是差点风味。是吗？那本王空了，一定前去尝尝。花郡主，本王记得你对本王说过，最爱吃羊肉。来，尝尝这道菜。可是姑记得，花郡主和姑一起烤肉时，最喜欢吃的是牛肉。我最喜欢吃的当然是牛肉了，牛肉。早就听闻晋国人喝酒没有精魄豪爽。太子殿下，喝一个。来，请。云薇姐，太子殿下让我想办法把花郡主带走，他要私底下和二皇子过过招，你帮我个忙呗。我为什么要帮你？云薇姐姐，你最好了，求你了，求求你了，好不好？真的。小姐，小姐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怎么了？夫人旧伤复发，需要你赶紧回去。什么？别什么了，走走走走走走，快点快点！二皇子，姑劝你早点回到金魄。太子殿下不知，花郡主与本王的确情谊匪浅。那年，花郡主真的是十分喜欢本王的。二皇子，如今只有我们2人，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。不管是什么酒，本王奉陪到底。
还继不继续？本王还能大战300回合。孤堂堂大晋太子，岂会怕你300回合？至少800回合才过瘾。请。殿下，小心啊！许怀，带孤去见云寒。是。趁嘴去见那个人。取下来。哦。哎，干嘛呢？不是你让我取。啊。我说你把他们俩挂一起干嘛？巧了，近几日精魄使者陆续进入玉京，拼凑出一些有趣的消息。殿下，想不想听？哎，想听想听。什么消息啊？关于金破国二皇子与花郡主之间的前尘往事。花郡主和贺远亭啊？怎么不明白呢？殿下不想听？孤只想知道花郡主是不是真的叛国通敌，中了那贺远亭的美男计。事情是这样的，数月前，参见二殿下，不知二殿下叫阿瓦所为何事啊？阿瓦将军，来得刚好，本王正好有事要跟你说。什么事？本王想到一个好办法。什么好办法？冬日将至，若冰雪阻隔，将战线拉长，定会劳民伤财。如果本王猜的没错的话，无论是金破还是晋国，都想尽快的解决这场战争。本王还发现，花家有一名小女，是花家唯一不上战场的子嗣。本王认为，她身上或有可乘之机。你想乘这个机？阿瓦将军，看本王如何智取花家小女。红黄棕配色。照镜子看看。小姐，这真的好看吗？这可是玉京的妆容，肯定是好看的呀。那你怎么不自己试？我这不是先练练手吗？哎，这样，一会儿我带你去街上，咱们让其他人来评评理，看看到底好不好看。走吧。哎，别人不会笑话我吧？什么时候到我们呢？行行好，再给我一点吧。走吧。再给点吧。人太多，快点，人很多，不好分的。快点吧，你什么时候才能到我们呀？本王乔装成行商之人，潜入清寒州，略施小计，将那花琉璃骗至金破，由此掣肘，还何惧那花家军呢？好美啊！今天可真好看啊！小姐，别人都在看我，是不是不好看呀？好看。你们快来看呀！花小姐，给你凑。谢谢。花小姐，给你饼。哇，谢谢。花小姐，送给你，谢谢。不一样，真好看。哎，琉璃，你快过来！你看我这儿有好多好玩的，你看，过来，你看，来呀！哎，走，快点！这是什么？我也有，你看。琉璃小姐，是
害羞了吗？为何不过来看看我的货物？琉璃小姐，性情如此温婉，世间少见，这朵花便送给你了。你喊谁小姐呢你？哎，琉璃啊，这个小哥哥看着还挺聪明的，怎么眼睛这么瞎呢？真是不可以貌取人哈！还不如多看看我呢。好呀好呀。琉璃。方才是在下眼拙，这些货物作为赔罪，这些货物都送给你。那我要这个行吗？自然是可以的。那我便原谅你了。那贺远亭此后在清寒州盘桓数日，想尽办法与花郡主接触，终于在一天晚上。琉璃妹妹慢点，注意脚下。鹤鸣哥哥，这才刚刚到卯时，你把我带到这里来做什么呀？卯时才有卯时的风景，贪睡自然是看不到的。好吧，听鹤鸣哥哥的准没错。可是这里什么都没有啊。要等一等的，你先坐。好吧。我饿了。我是带你来看景的，美食等看完景我带你去。嗯。快了，快了。来，谢谢。鹤鸣哥哥，你真好。可惜了，你是金破国的人。虽然你我两国在交战，但无论在哪里，都有向往和平之人。你相信吗？我相信啊。不过，不是你们金破国一直要侵占我们晋国的土地，所以晋国才反击，引起了这么多年的战争吗？琉璃，对不起了。像我等这种小民，也只能祈求战争快点结束。不管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。你看，啊，好漂亮啊！你看那边，啊！当心！谢谢鹤鸣哥哥。爹爹说，下完第一场雪，应该就是决定之战了。鹤鸣哥哥，若我们输了，琉璃会被抓走吗？琉璃，我带你去金破吧。我答应你，无论如何都会保护好你。可是现在两国之间道路封禁，更何况我的身份，你不可能带我离开的。可以的，我是如何来的，就可以如何带你走。琉璃妹妹，容我准备几日，3日之后，我带你走。
鹤鸣哥哥，这路走得对吗？等我们到南诏国之后，从南诏的密道就可以到京破了。嗯，我们走。来人，把花琉璃给我抓起来！将军不可。二皇子，什么意思啊？花琉璃之事，我们还需从长计议。那已经是金破的二皇子了。琉璃，除去二皇子的身份，其他事我都没有骗过你。那你准备拿我怎么处置？我答应你，定会护你周全。还护什么周全啊？你赶紧把他抓起来，我们还要利用他去跟花家交涉。阿瓦将军，我们被金国军队包围了。二皇子，你看好花琉璃，我去看看。琉璃，我们走。侯远亭，本姑娘就陪你演到这儿吧。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这些的？青函州鱼龙混杂，要怪就怪你自己，长得太突出了，让人不得不探查你的底细。你骗我？你没骗过我吗？我自幼生长在边关，我见过最惨烈的日光，是染着大晋将士们鲜血的血旗。如果你想以我要挟花家，那你就太天真了。你一句句、一步步，皆是假意，就不要求我的真心了。贺远亭诱骗之计不成，反着了花郡主的道。当日若非阿瓦拼死相救，此刻恐怕已经被抓回晋国了。姑就知道这花郡主和贺远亭有前情。小裴啊，太子殿下是喜欢花郡主的。我什么时候喜欢她了？姑有吗？姑这等眼光怎么会喜欢她呢？那确实。花郡主蒲柳之姿，又来自边塞，性情乖张，在玉京城里搬弄是非，的确配不上咱们太子殿下。哎，你这般说，姑就不乐意了。花郡主何人配不得？殿下以前孤傲寡合，对谁都漫不经心。如今但凡沾染上了花郡主，就如同雪橇般瞪大双眼，处处不放。可金破国二皇子一来，竟然没动静了。这个我知道，这个叫遇强则怂。姑早就想好了，要和花郡主好好表达心中所想，只是此事尚需谋划，不得轻易对待。那为何受苦的总是我呀？阿瓦将军，二皇子，就知道你会来救我的。晋国也算言而有信，谈成交换俘虏后，便立刻把你放了。将军在狱中过得如何？看着胖了。啊？哦，那是因为阿瓦身后有二皇子给撑腰，他们自然不会对阿瓦怎样。但也就委屈了我那位狱友啊，年纪轻轻的就被他们给咔嚓了，好可怜。本王也顾不上其他人了，将军没事就好。正好你在这儿，本王跟你分享一下今日的收获。兜兜转转，本王终于找到那个人。二皇子若想赢下此次谈判，光靠嘴上功夫，恐怕是万万不行的。眼下花应亭与魏明月回京，青函州只有花家长子镇守，正是边关空虚之时。若能再得边防图趁虚而入，打他个措手不及，那这条件应与不应，
不全在二皇子的一念之间了。那这边防图，按照惯例，守关将领归京须带边防图向皇上复命。若我所查无错，这边防图应该还在花家宅内。想进入花家并不难，只是花家人肯定对我多有防备，要寻图再偷图，怕是需要不少时日。这个还请二皇子放心，图的位置我会尽快查明告知。二皇子只需在花家等待便是。二殿下，你上次在牢中跟我说要从感情出发，这次听着怎么好像更变本加厉了呢？为了搞定晋国，本王牺牲一些不算什么。二殿下，你真是辛苦了。不辛苦，辛苦了。还好。太子殿下，昨天你和贺远亭拼酒啦？姑把他喝趴下了，姑厉不厉害？厉害厉害！昨天谈判都要被他气死了，还不如一拳来得干脆，打服算了。哎呀，国与国之间的事情，哪有那般容易啊？郡主，你已经做得很好了，别往心里去。哦，对了，姑有份礼物想要给你。什么礼物啊？姑要准备准备，不是现在。快去上朝吧，姑迟到没事儿，你迟到可是要受罚的。哦。金破国二皇子率金破使臣对于两国和谈之事颇为忧心，想与朕当面陈情。传金破国二皇子上殿。拜见晋国陛下。不必多礼。二皇子对和谈之事有何忧虑啊？陛下英明，此番晋国大捷，金破氏心悦诚服，为解两国同好，外臣有一个请求，还望陛下能够成全。请讲。陛下实属不知，当年金破与晋国一战中，花郡主与外臣有过几面之缘。自那之后，外臣便对花郡主是念念不忘。二皇子，你在朝议的时候说这些往事，什么意思？外臣必须对陛下表达自己的一片拳拳之心啊！外臣之决心，还望陛下成全。朕没有听明白，你想让朕成全你什么呀？啊！古来皆以女子和亲，促两国世代交好，而今日，外臣愿以金破二皇子的身份，与花家和亲，促金破与晋国世代同好。贺远亭又准备搞什么阴谋？我晋国本就是战胜国，何须以和亲之事示好？太子殿下稍安勿躁，又不是让花郡主和亲到金破，而是外臣和亲到晋国。古来和亲都是公主和亲，竟然还有皇子来主动和亲的。陛下，太师对于两国和谈之事十分上心，他曾经说过，在社稷和百姓面前无个人小利，
臣也曾耳闻花郡主和金破二皇子的旧情，如若二皇子肯屈尊和亲之晋国，乃是两国百世修好之大事。臣恳请陛下，看在天下福祉的情分上，促成此事。臣附议。陛下，想和亲之人提出和亲，被和亲之人就一定要同意吗？我晋国从来不会强迫他人，纵然社稷之前无小利，在朕这里，个人小利那是百姓的社稷啊！你是愿意还是不愿意呢？愿意。贵国二皇子提出和亲，那是普天同庆的大事。我记得历朝历代提出和亲之时，都会捎带些条件。那么，请问二皇子殿下，青函草原是否可以退让？两座城池是不是也该归还我国？另外，二皇子殿下今日提出和亲，定然是深思熟虑后的结果。那么，请问，准备好彩礼了吗？将计就计，反将一军，干得漂亮！如果朕没有记错，花郡主的兄长是要经过恩科考试的，所以待恩科之后再议此事吧。退朝。退朝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元好元肃，你们对贺远亭要入赘之事怎么看？父皇，贺远亭似狼子野心，您不能答应。那个贺远亭的眼光着实不错，竟然看中了父皇为儿臣选的未婚妻子。大皇兄，你到今日还在惦记花郡主？没有啊，我只是夸奖贺远亭的眼光，顺带向父皇表明态度。如今儿臣已经心有所属，父皇不需担心儿臣与花郡主。既然大皇兄都想明白了，就不必再说下去了。我当然想明白了，我比任何人想的都明白。父皇，儿臣先行告退。父皇，贺远亭必有所图，只不过所图之事需要从琉璃身上展开，儿臣不愿意，也不喜欢。你既然都明白了，你还慌什么呀？你看人家花家小姑娘一点都不慌，和朕配合的多好啊！就是因为她太过冷静，儿臣方才有一些慌。贺远亭要和亲，他想得美！幸而陛下也尊重妹妹的意见，未曾答应这等荒唐之事。他敢同意，我就敢杀进宫去找他算账。夫人，夫人，稍安勿躁，这不还没成吗？爹娘，贺远亭在谈判僵局之时提出要和亲，必然有他的算计。你的意思是？我觉得我们应该来一个瓮中捉鳖，看看他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。将军，夫人，金破国二皇子在外求见，他来的正好，我请他进来捉鳖。二哥，他定然是有备而来的，我来。他们怎么还不出来迎接我们？我总觉得呀，他们将有什么猫腻，我这心里呀很不安。既来之，则安之。什么意思啊？找个机会去探探花家的地形，能探多少探多少，
找找花家的军事边防图最有可能藏的地方。本王在这稳着便是。朝议之时，我说我可以接受和亲，而他却说此事重大，还需商议，说明他的本意根本就不在和亲，而是为了拖延时间。他不会要算计我们吧？如今谈判陷入了僵局，他这么做是为了打破现在的局面，所以我们现在应该要做的是要搞清楚他到底要什么。算了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本小姐也不想思虑过重。走吧，煮汤去。藏哪儿了呢？哎，你干什么呢？我要找茅房了。那你走错地方了啊！茅房在那边。好，谢谢啊。太子难道没有收到我的消息吗？太子殿下，贺远亭来了多长时间了？来了该有1刻钟了。季环，跟上。太子殿下，您请息怒。长空兄，请放心，孤自有主张。没有啊。兄弟，我先去也。兄弟啊，我会想你吗？殿下，臣先走一步。你给我站住啊！站住！你给我站住！你给我站住！你给我站住！行，不行！你这个大骗子！我掏心掏肺的对你，拿你当亲兄弟一样。我出于第一件事就问二皇子你葬在哪里，我好去给你烧点纸钱。想不到你居然这么玩弄我！啊，行了，你别这样。我也想和你当兄弟，是不是？可奈何我们是2个国家的人，各为其主，是不是？我不听。你要理解此事啊！你们晋国人太坏了，前有花琉璃坑了我们二皇子，我拿你当兄弟，而你却利用我。对了，我在牢里跟你说的所有的事情，你有没有告诉别人？当然了，你全都告诉了。是啊。我打死你这个大骗子！二皇子殿下真是赶之不走，挥之不去，相当粘人。为心中所爱，纵然被骂被嫌，亦是常事。汤来了。太子殿下，您怎么来了？金破国二皇子来得，
姑就来不得。当然能来，臣女早就说过了，您可是花家的贵客。去把二哥叫来。好。两位殿下，走吧。二哥以为此时应该让2位客人先用才对。晋国人的饮食癖好真的好奇怪呀！这汤确定能喝吗？怎么样？好喝吗？好喝，御膳房的厨子手艺都没你好。这个给你。你是故意的？那倒也没有，就是听说贺远亭要留下来，我就在汤中多加了几味料。没想到你竟然……辛苦你啦！今晚此时，老弟方见。